真係好難相信，依家總價位200幾萬，唔需要喺龍華嘅觀瀾買樓啦。喺龍華大浪呢邊，地理位置離南山福田都好近，而且咧有地鐵6號線，未來仲要有一條地鐵25號線嘅樓盤。新規之後嘅項目，得房率超級高，70平嘅3房1衛，總價位只要240萬左右可以買到。另外咧，仲要有96平、98平可以做到咗4房，總價位都係300萬出頭咧。咁我哋依家入裏面睇房，70平居然可以做到3房喎，而且咧照估計呢隻房型咧。價位咧差唔多就係喺250萬左右，交付標準，全屋都有中央空調嘅。咁目前呢個位置咧就喺我哋嘅龍華大浪，咁周邊咧基本上咧係產業園啦。咁同時咧我哋仲有一個錢學森中學喺我哋嘅樓盤對面嘅。咁70平呢個戶型咧做咗3房1衛，所有嘅飄窗基本上可以全部打咗佢。衛生間仲做咗乾濕分離嘅，咁我哋呢邊咧全部打咗飄窗之後咧，基本上每個房間都有7到8嘅平，96個平方居然可以做到4房2廳2衛，呢個戶型咧就係96個平嘅。如果有了解過龍華上塘呢邊嘅郡翼府，會唔會覺得呢個戶型真係有啲似呢？好類似於郡翼府92平嘅戶型嘅。咁我哋呢邊嘅方向咧就係屬於西南向睇我哋嘅陽台山，低樓層咧可以睇花園，樓下呢一個咧就係泳池嚟嘅。咁目前咧具體價格仲未出嚟嘅，基本上按照呢個戶型大概咧就係喺370萬到450萬之間。廚房咧亦都做咗啲減配嘅，本嚟咧有3件套，目前洗碗機、消毒碗櫃呢啲係冇咗，剩低嘅咧就係我哋嘅抽油煙機同埋煤氣爐嘅。咁所有嘅房間因為呢啲屬於新規嘅戶型，得房率都比較高，而且咧我哋所有嘅飄窗都可以打咗佢，因為空調主機咧依家唔需要擺喺飄窗底部呢邊嘅，所以咧可以多翻出嚟唔少嘅空間。層高呢邊咧所有房客廳呢啲基本上嘅層高都會喺3米左右，所以咧一啲都唔會覺得壓抑嘅。咁我哋主衛生間呢邊一樣做咗乾濕分離嘅。咁我哋依家咧睇緊嘅呢個就係83平，一共落嚟咧係01、02兩套房型嘅，都做咗有樣板間同埋交付標準。咁呢個81平就已經做咗3房2廳2衛嘅，新規嘅得房率比較高啦，所以呢個設計亦都會比較好。但係客廳開間咧就會顯得比較細啦。整體嚟講，呢隻戶型咧比較符合剛需嘅客戶。咁起碼啦，一家3口有細路仔有老人嘅，都住得落嚟。咁同時咧，我哋所有嘅房間都唔會話覺得太細。不過咧，可能開發商為咗出貨，一個係降價，第二個咧可能會喺裝修呢邊咧做一啲減配嘅，從而降低佢嘅建築成本、裝修成本。想揾橫廳設計嘅3房咧，咁我哋依家呢隻咧係98平嘅3房2廳2衛嘅橫廳設計，廚房咧做得比較大，比96平嗰個要大好多。咁雖然呢個橫廳設計啦，事實上亦都可以做到南北通透嘅，呢邊仲有個窗口一樣嘅，通風效果比較好。咁呢邊咧裏面事實上目前嚟講就做咗3房2衛喺度嘅，但係咧我哋喺主臥室呢邊咧仲有一隻包房，事實上嗰個咧佈建嗰時咧係一個陽台嚟嘅。咁我哋呢邊嘅咧2個衛生間就連住埋一齊嘅，咁整個主臥室可以講所有嘅戶型裡面最大嘅就係呢一個98平嘅戶型，咁主臥室都接近有成13、14個平啦。咁呢邊仲有一隻陽台可以間翻出嚟咧，我哋做衣帽間或者做一個書房出嚟嘅。